有台灣留學嘅港澳學生發起全台聯署大行動，希望台灣方面正視訴求，盡快簡化出入境程序。澳門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回應話，了解學生嘅需求，已經積極處理。讓港澳學生自由回家行動小組喺星期日晚正式發起全台聯署大行動，呼籲全台灣超過6000名港澳學生參與，希望台灣方面正視訴求，盡快簡化出入境程序。發起聯署嘅港澳學生話，早前同台灣教育部、陸委會以及移民署官員進行當面接觸嘅過程入面，官員全無簡化手續嘅意願，更加搬出將出入境限制同僑教福利政策掛鈎等嘅理由。官員更加質疑佢哋一直以嚟嘅行動背後並冇學生廣泛嘅支持。僑生嘅福利呢係完全冇任何直接權利同埋義務之間嘅關係。台灣當局係盡快正視同埋要盡快咧就係啟動程序啦，就可以就係法定出入境嘅程序。發起聯署嘅學生話，行動預計歷時1個月左右。如果有關方面仍然唔願意消除相關嘅限制，佢哋唔排除會有集會、請願示威等嘅行動。而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接受本台電話訪問嘅時候話，睇到行動感到相當驚訝。佢指出早前舉行嘅協調會，俾學生充分表達意見，並冇出現學生所講嘅情況。佢又話，當局完全了解學生嘅需求，已經積極處理。有關修法嘅部分唔係一下子可以完成，希望學生唔好太過心急。協調一些相關的機關來做討論，討論之後，這個訂出草案之後，還要經過他們教育部的法規會的一個審議，之後成熟之後，才會報到行政院。佢又話喺唔涉及修法嘅情況底下，針對港澳學生嘅緊急出入境需求，台灣教育部已經同各大學院校建立緊急聯繫窗口，亦都會喺第一時間處理港澳生嘅出入境事宜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潘永文報道。